来这两个报道拢是要提醒乡亲，唔通去互骗去。先来看最近正清的这个美浓芒仔龟嘉义吉光，这嘉义县政府是有注册登记商标的，而且佫找艺人黄子佼来代言，真手气哦，卖到无货，结果佫互上钓咯，偷用吉光的商标，伫咧网络顶来贩卖。县政府提出着警告，若是无经过授权，就来使用商标，要告。 这粒美浓芒仔龟最近正清，这是来自嘉义县的嘉义吉光。它整个就是剪起来就是一个 T 字形，那在这个下面有贴我们嘉义吉光的标签。有这个商标嘉义吉光，温室栽种一猪一龟，嘉义县政府佫请艺人黄子佼来做广告，伫网络卖甲下叫。咱都无回他卖到无够货。 正卖虎卖，有业者看到讲，这个商标遮好用，就偷用吉光的商标伫网络伫卖。 本产的一个品种，那它是产在嘉义。那边那只强烈的推销，袂少网友当作讲，这就是嘉义吉光的芒仔龟去买，而且偷用商标的人有够侪。县政府发现这个事态严重，就来发出公告，爱消费者认明注册商标。在包装盒里面都有附上这样的一张小卡片，上面同样有嘉义吉光的 logo。重要的是后面有一个本人的签名。 县政府嘛声明讲，嘉义吉光美浓芒仔龟无经过授权，袂使用伊的商标，希望讲偷用商标的人莫阁卖啊，也若无要甲告。